據報道，敘利亞安全部隊喺海濱城鎮拉塔基亞向要求實行民主嘅示威者開火。報道話，至少有6個敘利亞城市有示威者喪生，包括哈馬、霍姆斯同阿勒頗以及大馬士革郊區。活動人士話，敘利亞嘅坦克同裝甲車星期六早上喺激烈嘅槍戰當中進入港口城鎮。有報告話，當時鎮上正舉行大規模反政府示威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·哈林頓喺星期五呼籲，從政治經濟上支持阿薩德政府嘅國家要企到歷史嘅正確一邊。佢仲呼籲各國停止購買敘利亞石油同天然氣。希拉里·哈林頓話，佢將繼續推進目的在於向阿薩德政府施加政治壓力嘅外交談判。佢表示，阿薩德已經失去領導嘅合法性，但係仍然唔直接提出要求阿薩德落台。佢話要求佢落台應該係國際努力嘅一部分。同時，土耳其媒體星期五話，土耳其總統居爾呼籲阿薩德實施改革，以免為時已晚。敘利亞政府為鎮壓行為辯護，話政府係打擊武裝組織同恐怖分子。